論係日常生活定係進行戶外活動，揀到一條適合嘅褲至關重要。今日就同大家介紹一下 Pentagon 嘅 Lycos Short Pants 同埋 Lycos Combat Pants。喺物料方面，兩條褲同樣都係採用咗高密度防撕裂布料，無論做幾大幅度嘅動作都一樣順暢，而且仲有防潑水塗層，落雨天都唔怕。細心啲留意，紐扣係加咗安全內扣，坐低壓度都唔會爆開，褲腳嘅闊度更可以隨意調整。喺褲袋設計方面， Lycos Combat Pants 同 Lycos Short Pants 同樣都係有10個唔同 size 嘅褲袋，大中細設計，適合存放各類型嘅隨身物品，出街又可以帶少一個袋啦。而 Lycos Combat Pants 其中一大特色就係有做到外部護膝收藏位，方便放置護墊。Lycos Short Pants 輕便舒適，係夏天透氣涼爽之選。所以無論係戶外活動定係日常穿搭， Pentagon 嘅 Lycos 系列都可以滿足你嘅需求。如果你鍾意今次介紹嘅產品，記得留意 Pentagon 嘅其他款式，帶俾你更多選擇。